来自不同国家的100多个非政府组织为了抗议中共在东突厥斯坦的各种罪行，7月31日在中国驻伦敦、爱丁堡、华盛顿、多伦多、伊斯坦布尔等多个使馆前进行了停止种族灭绝新闻发布会，呼吁中共当局立即停止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虽然台湾没有出现在美国众议院裴洛西官方公布的行程中，不过法新社媒体报道指出，裴洛西将于8月4日访问台湾，并与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会面。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在此亚洲行中究竟会不会访问台湾，至今还是没有透露任何消息。中共在警告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放弃可能访问台湾的计划后，周六在台湾对面的海岸进行了军事实弹演习。根据路透社7月31日报道，科索沃北部当天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塞族示威者在街头树立障碍，反对科索沃当局即将颁布的对塞尔维亚车牌和证件的禁令。科索沃当局随即关闭了与塞尔维亚的2处过境点。目前，在欧盟和美国政府的施压下，科索沃当局已于7月31日晚些时候宣布将禁令推迟至9月1日实施。同时，北约部队的科索沃和平实施部队也发声，如果稳定受到威胁，将根据联合国的授权准备进行干预。中国长征5号 B 载运火箭24日在海南成功发射，其残骸已在印度洋上空坠落地球。如今已有马来西亚网友捕捉到疑似残骸飞越天空的画面。对此，美国国家太空总署表示，中国并没有分享残骸坠落地球的具体轨迹信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周日在俄罗斯海军日当天签署了新的俄罗斯海军战略指导方针，认定美国为俄罗斯的主要对手，并阐明了俄罗斯对包括北极和黑海等关键领域在内的全球海洋施展影响的雄心。2022年是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建交30周年。7月30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见了中国外长王毅，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深化彼此发展战略对接，扩大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拓展地方人文交流。